各位香港嘅朋友，大家好啊！100萬左右買咩景呢？今日 Yuki 帶大家嚟睇下呢度高爾夫球景嘅樓盤。入到門口咧，可以先睇下廚房呢個位置咧，係做咗一個 L 型嘅廚房嘅，咁都預留埋一個雙門嘅冰箱位，同埋一個生活陽台可以俾到大家嘅。出到嚟咧就係餐廳啦，餐廳嘅動線都係非常之合理嘅。過到嚟咧就係我哋一個落地窗嘅陽台，大家可以睇下望出去就係一個高爾夫球景啊！一啲遮擋都冇，唔使擔心以後開發商仲會起啲乜嘢高嘅樓啊！望落去咧仲係一個游泳池同埋一個網球場俾到大家嘅。好，跟住鏡頭入嚟咧就可以睇下我哋嘅房間啦。過到嚟咧係一個客位，同埋一間做咗一個榻榻米嘅客人房啦，做書房、茶室都係唔錯㗎。同埋我哋嘅一個兒童房，哇，都係睇高爾夫球景㗎。咁入到嚟呢度啦，就係一個主臥嘅位置。咁呢度都可以做成書房啦、衣帽間啦，都非常之唔錯㗎。好，跟住鏡頭入到嚟就係我哋主臥嘅位置啦。非常之闊落，而且佢呢個景觀都係冇得講啊，都係睇埋高爾夫啊！而家我哋嚟到108平方交樓標準，帶大家參觀下。入門咧，呢度咧係一個防火鋼木嘅複合門。咁過到嚟廚房呢個位置咧係做咗一個趟門嘅。跟住開發商交樓咧係俾到一個方太嘅3件套，油煙機啦、灶台啦，同埋呢個洗碗機都係一個交樓標準嚟嘅，同埋呢啲櫥櫃啊係歐派嘅大品牌啊。過到嚟呢度陽台咧，可以見到一樣都係高爾夫球景，冇遮擋㗎，用到嘅門窗全部都係 YKK 雙層中空。哇！就連空調啊，都係俾到大金嘅呢個牌子。咁過到呢度咧，可以做一個收納櫃啦，大家可以放下嘢咁，同埋可以睇下我哋呢個洗手間都係做得非常之闊落，可以參觀下房間嘅位置。大家都可以見到啊，呢個主人房真係非常之闊落啊，而且望出去呢個景觀真係冇得話。頭先咧就帶大家喺樓上望翻落嚟遠景睇網球場同埋游泳池啦。咁而家 Yuki 就帶大家嚟睇下實地啊。嗱，呢度咧就係我哋頭先係樣板間嘅位置。咁落到樓咯，你就係可以去到網球場、游泳池同埋籃球場啊！而家帶大家嚟睇下，行呢邊睇下網球場，真係好少見啊！係有粉紅色球場㗎喎。咁而家咧鏡頭咧就帶大家去睇下游泳池啊！嗱，呢度仲有個休息區。過到嚟咧，呢度咧籃球場咧係一個室內嘅籃球場，游泳池咧係露天嘅，可以望出去，真係非常之好啊！真係非常之好啊！過到嚟咧，仲係有埋更衣室啦，男女同埋親子間都有分㗎。而唔係話只有分男女，親子間都有，帶小朋友過嚟游水咧都非常之方便。項目出去咧就可以接駁南愛環同埋博愛路2條主幹道，10分鐘以內咧就可以去到各大商圈啊，非常之方便。大家如果考慮到返香港點樣方便呢？樓下咧就有直通巴可以直接返到香港嘅市區啦。咁揸車嘅朋友咧，30分鐘左右就可以直接去到深圳。
而家咧就帶大家感受下呢個小區非常之安靜又舒適。香港過嚟度假嘅朋友千祈唔好錯過呢度，非常之安靜。大家如果對呢個小區感興趣，記得私信 Yuki 啊！而家咧仲要送埋全屋家電大禮包俾到大家。拜拜。